中國各台辦進前宣布10項牽涉到經貿層面的對裁措施，其中也包含着活魚快速通關方案。不過，咱台灣的石斑賣到中國去呢，介紹是講介歹的，業者認為講安尼生做是成無落來。啊，那這全國商業總會是呼籲政府愛開放就愛開放。不過，行政院長杜永泰是強調，對台灣的措施呢，就要有公權力來做協商的基礎，政府會做好準備，也歡迎對等尊嚴的各種協商。屏東迄陣停佇福建的東山港準備要社會，中國雜誌宣布10項涉台措施，包括為符合檢疫標準的台灣農漁產品市場提供利便。東山港做台灣活魚的主要輸入港，海關部門表示講已經打造專屬的通關方案，推行提前通報、預約通關和準備作業。差不多就到那邊2、3個小時吧。現在價格不好，所以也不可能會有新的人再加入。這個來講的話，大概4到6趟吧。東山港16時來集會屏東的龍虎班，過去海關的查驗差不多需要6點鐘。這擺海關人員是真早就去岸邊在等，甲魚到港到提離的時間縮短到2點鐘內，要保證快速通關專車。台灣石斑活魚2022年6月和中國禁運，2023年的12月解禁。目前全台灣有15隻活水魚船，但考慮到台灣的石斑在中國的介紹並無好，業者對這看法無同。我們價格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吼，你成本也無錢，就歹在啊。所以講一定理論上來講是在個介紹比較較好，咱在唔下好，佮加運費，佮加一寡報關費用有的無的啊。運班船不夠，他養殖業者也不太願意去做這個動作啊。應該是有啊，因為多一個管道可以銷售，擔心就怕退運而已啊。因為退運基本上回來基本上就不能用了。涉台10項是包括觀光、經貿，甚至是影視在層面。中國商業總會20表態應該開放就開放，說傳出予部會來施壓。立委會主委邱水正一講，敢若是打電話了解狀況爾爾。我們都是一起為國人、為業者的權益而努力的，沒有所謂施壓，我們只有關懷支持。沒有所謂施壓。邱水正強調講，會持續幫助業者來降低風險。行政院長杜永泰表示講，涉台10項大多數過去攏講過，說是一個啊進行，一個啊擱登去，互產業是陷入無確定性。強調相關措施都應該有公權力來做協商的基礎，政府會做好準備，嘛歡迎對等尊嚴的各項協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